金陵太子宫举办罗天大教第9天哦。每户都就有宴请亲戚啊、朋友啊，请客了哈。第8天晚上11点15拜天公，然后太晚才开荤啊，这个不能之前，老百姓7天呢吃素了，工作人员9天吃素了。拜天公完了以后才开荤的。罗天大教哦，9天的护国庆承祈安谢恩，进入罗天大教哦。最后2天的景明花园戏剧总团哦，公演呢，观众很多。今天第2天公演，第1天公演到晚上9点有国庆体验活秀。各位善男信徒，真欢迎咱诸位先去日来信仰太子宫，3、5条咱道天大教，咱今仔日的上高调，就是咱的普渡，因为咱家老家人足济，所以讲请咱各位善男信徒，咱随身的财物，咱的荷包啊、包袋啊，咱来注意一下，因为发现着这里有诚济。咱家己随身的财物的保管好好，麻烦咱各位善男信徒大家来注意，随身的财物爱保管好好，以免造成损失。请咱各位善男信徒来呼吁一下大家注意咱随身的财物，伫人客人的时阵以免来造成你的损失。请咱各位善男信徒来大家提高警觉。好多民众，前方明花园的戏剧总团表演。那个玩具做的最后1天了，游客很多。今天又不会很冷，又没有下雨，真的时机很好，工作人员12天了，12天吃素，老百姓大概有7天还是9天吃素。这边过去还有各教各会所、普渡场了好多贡品艺术都很美。你看正前方那边明花园的戏剧总团。